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今次主播阿偉。喺睇片之前，請大家點讚、分享條片出去先，等更多人知道呢件事。今年澳門現金分享前夕，政府突然宣布增加領取條件，令好多持有澳門身份證嘅人都愕然，更加令到一班係香港嘅澳門人覺得被分化。香港作為祖國嘅特別行政區之一，同時又係大灣區嘅一份子，港澳作為姊妹城市，居民來往頻繁，好多都係持有兩邊證件嘅人。喺呢啲人之中，亦有一班喺香港工作，澳門供緊樓，屋又租出去俾人，分擔下供款。佢哋家庭都又喺香港生活緊嘅人，佢哋可能每星期都會返澳門一次。其實咁樣真係好難夠183日。我相信唔止香港有，外國都有好多同埋性質嘅人喺澳門都係有物業或者生意之類，不過佢哋家庭都喺當地生活，佢哋喺澳門賺到錢，又係唔喺澳門用返呢？定係其實佢哋係揾緊澳門嘅錢去用呢？對於呢件事，你哋又點睇呢？喺評論區留言發表。今次講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多謝各位。